小屁孩还会脸红啊？放回去。真是可惜了这张脸，没有半分像老宋。放手。行啊，那你掐死我呀！你让我打死你，我敢；我让你掐死我，你敢吗？幼稚！去那边趴好。你要干嘛？如果你不想让我叫人把你扒光了压在那儿，那就乖乖听话。你干嘛？害羞什么？我是你姐姐，你要是我妈生的，你光屁股我都看过。我没有姐姐。乖一点好不好？姐姐给你上药。昭昭，从今天开始，它就是你的狗。训狗不听话就得打，打完再对它好。慢慢的，为了贪这份好，它会越来越乖。陈思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不会放你走。我爸妈怎么拴住我就怎么拴住你，只有这样，你才会心甘情愿地留在我身边。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洗澡的时候小心点，伤口别沾水。你想要立人设，没必要拴着我，我又不会对外乱说。一个私生子的话，说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。私生子怎么了？你也是宋家的人，是我的人。不是。乖，给姐姐躺好。四哥，我看新闻了，有什么事儿不要一个人扛，你还有我们呢。对，还有我们。听说他妈当小三儿被原配撞死了，居然还有脸来学校。人家现在被宋家大小姐接回去当少爷了，运气真好。我新闻里没看到，宋家大小姐可真美啊！喂，你们乱叫什么蛇根呢？陈四啊，平时你在学校不可一世，谁都瞧不起，这有钱人找上来了，不还是像狗一样舔上去了？是吧？四哥，别理他们。哎，这你就不懂啊！你要是有这么美的姐姐，你也舔啊！哎呦哎呦喂！没想到老宋董刚走不久，董事会那群老狐狸这么快就压不住了。放心吧，等明天我跟陆家少爷联姻的消息放出来，他们自然就会安静。宋氏是我父母的心血，只能姓宋。
喂，方姨，怎么了？小姐，少爷放学后没回来。知道了。我让他去上学，第一天就给我跑了。张特助，去学校。是。四哥，算了，咱们走吧。刚打完架呀？姐姐，我发誓是对方有错在先，四哥才动手的。走吧，跟我回家。我没有家。你没有家？你两个朋友也没有吗？你要让人家两人陪你在这耗一晚上？哎呀，谢谢啊，小朋友。四哥的姐姐也太美了吧！小姐，您吩咐的面已经煮好了，请慢用。先把面吃了，吃完了才有力气跟我闹。到底怎么样，你才能放过我？本来就是一家人，说什么放过不放过，我们就该在一起。你是不是以为所有人都稀罕你们宋家？你是不是以为所有人都稀罕你们宋家？先是对我下狠手，强行把我带回来，又给我上药准备新衣服，你当我是什么？丢2根骨头就会乖乖认家的野狗吗？我只是想好好的跟弟弟吃个饭，怎么就那么难？滚开！两个人打不过，不会4个人上吗？我看过你的资料，你是以全省第1的身份考上京大，你应该知道自己反抗不过宋家，反抗不过我，最起码现在你反抗不了。宋家不允许浪费粮食，自己打翻的面自己吃。放开！或许你可以喊我一声姐姐。或许你可以喊我一声姐姐。面来喽！阿四，老样子，没给你放错花。好嘞，来，阿四吃面。谢谢妈。妈，我们今天也一起吃面吧。你是宋氏大小姐，不适合这种路边摊。看到了吗，昭昭？那就是你爸的私生子和小三。你要恨他，只能恨他，知道了吗？那就是你爸的私生子和小三，你要恨他，只能恨他，知道了吗？
明天有个宴会，跟我一起去。我会派人接你。各位，今天我在这里宣布，陆家和宋家进行联姻。陆氏集团和宋氏集团联姻后，必定更加辉煌。说得好，好。小孩子家喝什么酒？为了利益，不仅强行收留我这个私生子，甚至还出卖自己的婚姻，这么大费周章，不如让宋家直接倒闭算了。宋氏倒闭，你让数以万计的员工喝西北风吗？谁都可以判宋氏倒闭，唯独你不能。哟，这不是宋家大小姐吗？没想到陆总好这一口，父母尸骨未寒，女儿就上赶着订婚。宋大小姐可真孝啊！你谁啊？不过陆总的一个老朋友罢了。这就是宋家刚回来的小少爷，长得不错嘛。怎么样，你妈把宋大小姐害得家破人亡，宋大小姐应该不会给你过什么好日子。要不要跟姐姐说说看，宋昭平时是怎么欺负你的？原来还是个哑巴，宋昭居然把你这种见不得光的野种带，是嫌陆家的脸丢得不够干净？干嘛？宋昭，你疯了！打狗也要看主人，野种也是你配说的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你吵起来了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，昭昭？有没有受伤？哎，不去安慰一下老朋友吗？昭昭，陆正，你最好尽快处理好外面那些野桃花。要是让我处理的话，可就没那么怜香惜玉了。那是当然了，在宋家大小姐面前，他们算得了什么呀？看够了吗？回家。慢点。回家。小姐，小姐，怎么了？喝醉了，药箱拿给我。哎，小狼崽，你回来了，这就是你家，你不要再跑了，好不好？宋昭，你喝多了，来，上药。
少爷，让我来吧。没事儿，你去休息吧。啊，好。疼就哭出来。不能哭，妈妈会打我的。一夜之间，我什么家人都没了，爸爸不在了，妈妈也不在了，我只剩我弟弟了。宋昭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可能不是你弟弟？陈思，你必须是我弟弟。我不是。不，你就是，你必须是我亲弟弟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？宋昭，宋昭，我不能哭，妈妈会打我的。一夜之间，为什么我的家人都没了？阿四，不要恨，妈都安排好了，跟那孩子好好活下去。你就是我亲弟弟，你必须是我弟弟，你知不知道？小少爷，醒酒汤。那是。哦，好，放这儿吧。哎，大小姐，董事会已经安排好了。记住，带上陈四。是。肖宋董，关于董事会监管一事，我们一众认为小宋董，你给我出去！王董，您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呢？老宋刚走，哪来的臭小子，也配进宋氏？小宋董，你虽然是第一持股人，但是您还年轻，容易意气用事。我们一致认为宋氏可以由董事会共同监管。这人嘛，是我带进来的，要不把我也轰出去？这陈四到底是不是老宋的人？各位可以自行查证。还有，请叫我宋董，而不是小宋。这董事会这么着急，要把老宋的合法继承人赶出公司，我怎么觉得这个集团不再是宋氏集团了？陆公子，
今天是我们宋氏董事会，你来干什么？相信各位董事已经看到陆氏和宋氏即将联姻的公告，陆氏将推进与宋氏的深度合作。不知道各位董事是否相信陆氏的诚意与实力？哼！我来晚了。不晚。你拜托我办的事，我已经办到了。那今天晚上的约会，我来接你啊。好啊，晚上见。大小姐，你先出去吧。真卖力呀！真以为那个男人能拯救宋氏？白日做梦！但凡你懂点事，我都不用去到处求人。既然我这么一无是处，为什么还一定要我回宋家，跟宋氏捆绑？因为你恨我，恨我跟我妈毁了你幸福美好的家。你懂什么？真以为所有的事情是你看到那样吗？你就是以为我妈是一个依附豪门的小三，我是个小三的私生子，是吗？我不懂，那你又懂什么？昭昭，那就是你爸的小三和私生子，你要恨他，只能恨他，知道吗？差不多行了，无论你怎么跟我闹，他们都不会复活。要真有那么一天，你就弄死我，别犹豫。你该知道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不可能放过你。恭喜郑哥和嫂子！谢谢谢谢。哟，陆总，真巧，又见面了。来这边。哎，陆总！别忘了，你现在是谁的未婚夫？没忘，保证不会有下次。不气了？你们继续，我过去一趟。小孩儿，喝得明白吗？不去陪你男人，来这管什么闲事？别跟姐姐没大没小的，容易挨揍。来，喝！又找嫂子去了。原来阿四也来了。叫姐夫啊，家教呢？他平时挺乖的，很懂礼貌。没事儿，孩子嘛，慢慢教嘛。哎，四哥，孩子闹脾气了，我也先回家。记住，处理好你的野桃花，否则我会亲自处理。就这么点酒量，还学人喝酒？醒醒！怎么，梦见我打你了？醒醒，快到家了。醒醒！
清醒一点吧，属狗的吧。到家了。方阿姨，大小姐，小少爷。宋昭，宋昭也是你叫的？叫姐姐。方姨，家里药箱在哪儿？在那儿。如果你要是每天都这么乖的话，我不介意每天让你咬一口。我不介意每天被你咬一口。伤口别碰水。还有，以后别再找人盯着我了，我不会跑。臭小子，梦里都想着咬我，是有多恨我？我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大小姐，早上好。方姨早。一大早起来见到姐姐，也不知道问个好，这家教。喝牛奶。要是你每天都这么乖的话，我不介意每天被你咬一口。拿着呀，等我喂你啊。谁踩他尾巴了？联姻的事公布之后，董事会果然把注意力都转到陆氏集团。陆氏集团实力雄厚，陆叔叔跟我父亲生前又是至交，他们自然会担心宋氏落到陆氏手中，这正好，也给了我们发展的机会。那，大小姐，您真准备和陆家少爷结婚？订婚的日子都选好了，干嘛还问这个？哦，对了，把陈四身边的人手撤掉吧，我相信他最近应该不会再给我惹麻烦了。是。喂，陈四家长吗？我是他的班主任。陈四在学校闹事了，请你立马过来一趟。宋小姐，你看看陈四，跟同学闹了点小矛盾，居然把学校网站都给黑了，如此恶劣的行为，你们做家长的也有责任，你看看怎么赔偿吧。所以，是陈四他狂犬病犯了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同学打成这样吗？再怎么着，陈四也不应该侮辱同学和学校吧？我们可是百年名校，你知道这个在社会上对学校有多大的伤害吗？你看看。陈四，你说。说啊！别逼我揍你！他们骂我妈是荡妇、小三儿，还说我跟我妈一样。你什么时候也做小三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他们说的是我和你也乱搞。荒唐！您看看这像什么话？这是您学生说出来的吗？我可是他的亲姐姐，长姐如母，我们有刚死的父母。您教的学生造谣同学跟他妈乱伦，这事儿您身为班主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请通知他们家长，谈谈我们宋总和小少爷的精神损失赔偿。对不起，陈四，我不该这么说你的。姐姐，都怪我嘴贱，都怪我嘴贱。哎，宋小姐，他们就是小孩子闹矛盾，我看没必要小题大做吧。小孩子，他们可都到了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了，您却说他们是小孩子，那不如这样吧，报警吧，交由警察来看看，是不是小孩子就可以没关系。姐姐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乱说了。对，我们错了，对不起。不是说宋小姐非常讨厌这个私生子吗？怎么会替她出头呢？我替陈四请半天假，带回家教育，剩下的让律师来处理。走啊，腿断了。还手啊！你不是很能打吗？还手揍我啊！那你呢？揍的爽不爽？够不够解恨？够不够解恨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为什么打你？你不要以为我去学校是为了给你撑腰，连几个小崽子都处理不好。宋家没有你这样的猪脑子，下次再让我去学校丢脸，就自己去天台一了百了。我不是宋家人。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听第二遍。哎，大小姐，晚餐你想吃什么？我让厨房的人准备。晚上想吃什么？长了嘴是用来看的吗？说话！面。哎，方姨，为什么2碗面里都有葱？小姐不是喜欢吃葱的吗？家里除了我，难道都是死人吗？对不起，换一碗。下次先问。好。过敏为什么不说？死不得。方姨，肖医生。大小姐，我先走了。阿四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儿子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儿子？妈在。滚！宋昭，你有完没完？完了。再有什么过敏的呢？记得跟姐姐说啊。上，快！哎，打这个蛋！哎，
四哥在干嘛？估计又在搞什么编程吧。说好的一起打游戏，怎么偷偷努力上了？哎呀，这四哥不努力你也治不上。哎，你在干嘛呢？又在看擦边美女呢？哎呀，最近刚看了一个女主超美，而且暗恋她的男主，梦见每天晚上都跟她嘿嘿嘿。哦，你不是喜欢校花吗？有没有梦见和她？哎呀，瞎说什么呢？就梦见和她亲过，就亲了一下。没劲。你们在聊什么废话？哎，我们在聊周家伟的春梦。哎，咱们这是青春期，遇到喜欢的女生都会做的。而且啊，越喜欢尺度越大。四哥，怎么了？怎么走了？哎，喂，喂，许同学吗？我是阿四的姐姐，有个事情想拜托你帮一下忙。哦，对了，暂时先不要告诉阿四。四哥，咱们再去网吧上会儿网吧。早就玩腻了，不去。那咱们再去火锅店吃火锅。晚上不是吃了吗？那咱要不要再喝杯奶茶？你什么毛病？我得赶紧回家了，回去晚了那个女人又要发疯。走了。喂，四哥进去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Surprise！ 四哥生日快乐！你们俩参与了？先许个愿，再把蜡烛吹了。哎，四哥许了什么愿？哎呀，这愿望说出来不就不灵了吗？四哥，姐姐亲自下厨为你做的生日大餐。所以你今天绕了这么大一圈子，就是为了在我生日这天毒死我？对，我早就想毒死你这个臭弟弟了。哼！姐姐，你就是我亲姐姐。以后四哥在学校遇到什么情况，我绝对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对，那就谢谢你们了。方姨，安排司机，把2个小朋友安全送回家。是，大小姐。许先生、周先生，这边请。难忘今宵。今晚不错呀，没有一杯就倒。你干嘛？你怎么又来我梦里了？什么叫又了？陈四，再让你喝酒，我就是狗。宋章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对你好，我还有错了？小醉鬼！不愧是你，梦里打人都这么疼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都不过生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
不想说就上去睡觉，赶紧给我放开！怎么还哭了？以后你要是再敢惹我生气，我就把这个发你班级大群里。陈思，你疯了！你放手！今晚的你，怎么跟以往梦里不一样啊？姐姐，我手机忘拿了。哎呦我去，这四哥，你也太不是人了！哎，我手机。哎，姐姐，这事儿是四哥不对，我支持你揍他。你还待着干嘛呀？丢死人了！快上去睡觉。不是做梦啊。大小姐，小少爷呢？还在睡吗？小少爷今天天没亮就出去了。好啊，我都还没找他算账，他倒是先躲我了。关于南星合作案，陆公子坚持要由陆氏的团队主导。大小姐，那就这样吧。想要陆氏集团这个助力，总要付出一些代价。对了，订婚请柬送到了吗？送到了。订婚典礼就看他的发挥。喂，方姨。大小姐，小少爷他发高烧了。发烧了，赶紧去找医生啊！给我打什么电话？我又不会开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都不过生？你去查一下陈四今天的手机定位，看他都去了哪儿。好。大小姐，小少爷今天去了南山墓园。南山墓园？他去那儿干什么呀？今天是他父亲的忌日，他昨晚又喝了酒，今天去墓地淋了雨，难怪会发高烧。我出去一趟。你到底吃不吃？不吃拉倒。一个野种而已，你摆什么谱啊？死了算。野种也是我宋家的种，岂容你在这废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小姐。赵少，滚！是，大小姐。等等，去找管家领工资，滚出宋家。是。找什么找？没大没小。退烧了，还在这装可怜？臭小子，你还报上瘾了是吧？宋长，是你把我绑进宋家，以后你都别想再甩开我。陈思，你是在撒娇吗？不对劲啊，他在南山墓园发生什么事了？
差不多了啊，你还要报道多久？宋昭，我饿。想我胃就直说。来，烫不烫？你还真是幸运，我可从来没有这样伺候过别人。你有。说清楚，是不是你臭小子在梦里见过？宋昭，你真的会跟陆正结婚吗？不一定，但是下周订婚宴，你记得出席。毕竟你是我唯一的娘家人。爸，每年我生日的第2天就是你的忌日，所以我从来不过生日。今年只有我来看你了，妈，托您的福，我真对他狠不起来。陈四，你都认了仇人当姐姐了，怎么还有脸来看他们？你妈当年为了你才把你送到宋家，你却忘了自己是谁的儿子。唉，当年要不是陈芝芝得了癌症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忘了你爸当年是怎么死的？如今你妈又被宋文礼的老婆撞死，你就该为他们报仇。哼，好在他们的女儿也是蠢货，竟然真的把你当做宋文礼的儿子带了回去。你就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，把宋氏夺回来，让那个小贱人一无所有。闭嘴！怎么，还真当自己是宋家的少爷，连骂那小贱人一句都不让？滚！阿四，不要恨，妈都安排好了，跟那孩子好好活下去。陈四，你还没好。妈。身材不错嘛。给姐姐撑住了。宋总来了啊，跟他弟弟一起。哎，快看快看，宋总来了。宋总好，宋总好，宋总好。恭喜宋总，恭喜恭喜啊！快乐啊，恭喜恭喜恭喜宋总！那个就是宋家的私生子，宋小姐也不嫌丢人，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。哎，张张，哎，嗯。阿四，哎，你别说，我看他们还真般配。是啊。好。陆正。这谁啊？陆公子，听说陆公子在外玩的话，这居然来抢婚了。
给他爹要请函。陆总，订婚快乐！为了今天，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，玩的可真绝。张张，陆征，你别以为能轻易摆脱我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结婚了，我也会缠着你。还有你，宋大小姐，你以为你捡了个宝？你知不知道他睡在我床上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他说你们宋家就是艘快沉的破船，他肯娶你无非就是为了宋家还有点剩余价值。他手机里像我这样的好妹妹没有10个也有8个。真是不讲情面。还有你，别以为进了宋家，宋昭就会把你当人看。你在他眼里不过是一条狗。宋昭，你敢打我！你侮辱我，侮辱宋氏都可以，但你侮辱我的家人，不行。保安！保安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扔出去！是。你走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出去！张张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跟你说过的吧，如果让我动手的话，我可就不会怜香惜玉了。诸位，抱歉让大家见笑了，但是我跟阿征的感情是不会被任何恶意重伤而动摇的。感谢各位的到来，来见证我跟阿征的幸福，让我们共同举杯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好了，祝你们幸福啊！宋大小姐是真的能扛事儿，陆公子真不是个东西。昭昭，你靠过来点儿。昭昭，没事吧？抱歉，我酒量太差了，你以后可要多带带我。好。我困了，要睡觉。啊，时间也不早了，那我就……你姐喝多了，好好照顾她。昭昭，那我先走了。喂，张特助，今晚的视频剪好了吗？已经剪好发出去了。现在舆情怎么样？都在声援宋家，需要买热搜吗？适当的买一买热搜就行，会有人愿意当东风的。是。你是装的？也不全是装的，不过就那点酒，回来路上就行了。今晚表现不错啊。坐下，我看看你之前的腿伤。你刚不是说你困了？那你就上楼休息吧。别！我前2天打碎了个杯子，不小心踩上去了。你看你那么严肃干什么呢？搞得我还怪尴尬的。下次注意点。这是不是也证明你没有那么讨厌我？
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您倒是挺欣赏宋昭的呀，从小您就让我跟他比，可惜啊，他生错了肚子。我让你好好稳住宋昭，外面那些女人你都处理不好。你看看今天的热搜，全都站在了宋昭那边，连陆氏的网站都被黑了。爸，您为什么这么忌惮宋昭？她只不过就是一个20几岁的小姑娘罢了。你懂个屁！当年杨淑华一干二净的嫁到宋家，却还是让她干到了宋氏2把手。宋昭那是杨淑华的女儿，你轻看她，那是会出大事的。你赶紧把那些烂头话给我处理了，省得让那个丫头再抓住你的把柄。爸，您这是把我当鸭子用啊！宋昭能有几分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你以为他非你不可吗？行，那我现在就去当鸭子去了。等等，宋家那个野种叫什么来着？陈四。陈四，他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近亲繁殖的危害，这会不会有伦理问题啊？喂，小少爷，你有大小姐消息吗？陈慧人没来，我打电话也没人接，到现在都联系不上人。四哥，打球去啊！哎，四哥，你去哪儿？你干什么？你助理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，所以你是来看我是不是还活着？放心，你这个便宜弟弟还在，我这个当姐姐的怎么可能先走一步？我要换衣服了，你确定还要看吗？等等，下去的时候告诉方毅，今天晚上不用备我的饭，我要去参加顾公子的生日会。那我去接你，免得你喝多了被人占便宜。臭小子，小瞧我是不是？你小子怎么回事？这场子这么缩啊？喝酒都堵不上你的嘴。来，程玉，超超来了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快坐。昭昭，这回是你想要的吧？顾公子在说什么呢？云帆的项目我已经签给宋氏了，不知道昭昭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现在宋氏掌握实权的还是陆征，我暂时还不能得罪他。昭昭别怕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对你是认真的，你知道的。顾成玉，你干什么？宋昭是我未婚妻。陆征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挖我墙角，你问我什么意思？老子要问问你他妈什么意思呢？打起来了，哥们！对，我就是喜欢宋昭，怎么了？都是别打，别动手，别动手啊！好好说呀！滚！别打了，别打！小谢，不至于。行了。宋昭，你他妈是不是贱啊？你就这么喜欢出卖自己换取利益啊？告诉我，你背着我到底勾搭多少男人？陆征，你有病吧？你自己外面一堆女人，你凭什么说昭昭？宋昭，
说呀！看看我的脸，喜欢吗？哼，你喜欢，别人也会喜欢。你该不会以为我别无选择吧？我出卖自己换取利益，那陆总来宋氏又是什么？宋氏养的鸭子吗？你闭嘴！滚！哎呀，行了，你站住！哎，别过去！陆征，放开我！陆征，你冷静点。昭昭，你是我的未婚妻啊！我们订婚这么久了，我都没有碰过你。今天是我兄弟的生日宴，我还不能吃醋了吗？陆征，昭昭，你不是说我是鸭子吗？那我就好好伺候伺候昭昭了。陆征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我和你说过，我跟宋氏不是非你不可。昭昭，你最好温柔一点，免得一会儿我生气，一不小心就会弄疼。陆征，你放开，冷静，你放手，冷静，冷静。苏昭，你怎么样？这是我跟你姐的事，你不要插手。陈四，我是你姐夫，我对你姐干什么都是天经地义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陈四，你也是我弟弟啊，我不想跟你动手。姐夫，你也配？可以了。哎，我操！这谁呀？快住手！是宋家那个私生子，快住手！陈四，回来。穿上，别着凉。陈哥，没事吧？宋昭，是不是太过了？无论真哥怎么样，你们都已经订婚了，名正言顺啊！订婚又不是卖身，我任何时候都有拒绝的权利。走。昭昭。对不起。干嘛突然跟我说对不起？以后再有这种场合，我都跟着你。其实今天你能来，我挺意外的。这是不是也侧面印证了你认可了我这个姐姐啊？乖，叫声姐姐听听。你不叫我，我也是你姐姐。我们之间可是有亲子鉴定关系的。我不。阿四，不要否认，好好活着，这是妈妈求你的唯一一件事。睡觉吧。哎，大小姐、小少爷怎么回来这么早呀？宋昭，宋昭，宋昭，
了。记着，乱了分寸的女人才最好掌控。大晚上的你要拆家呀？喝点儿。啊？问你喝不喝酒啊？什么？在你房间喝？不然呢？大晚上你想去哪儿喝？进来啊！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？是房间的暖气开太高了吗？可能吧。年轻人，其实就是我。今晚，谢谢了。你们在店里发生了什么？没什么。没脑子的男人，干没脑子的事儿。你怎么突然愿意跟我喝酒了？你不会是同情我吧？你不会是同情我吧？所以在你心里，我对你只有同情。不是吗？当然不是。不是最好。我不需要同情。酒喝够了，该休息了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在出卖自己？那是他们愚蠢，与你无关。我妈说过，美貌是每个女人与生俱来的武器，我只不过是比较擅长运用这个武器吧。宋昭，告诉我，我到底怎样才能帮到你？你这张嘴，竟然还能说出来好话。但我的武器，怎么对你就不管用呢？孩子气。你到底对宋昭做了什么？被人家弟弟打成这样！先生，少爷的伤处理好了。爸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偏袒别人家的孩子呀？哼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对宋昭这丫头不能来硬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错了，爸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宋家那小子真的是老宋的私生子，我跟老宋兄弟几十年，他有私生子，居然能把我也瞒过？这还能有假吗？宋氏董事说了，当初宋昭拿着亲子鉴定去公司，宋总专门给那小子留了股份，这不是私生子啊，谁信啊？他若真是老宋的私生子还好，就是那张脸是那个人的，可就不好办了。什么意？
今晚是你冲动了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宋昭那个丫头，那是他妈一手教出来的，管好你自己的心，别给我搞情情爱爱那一套。我知道了。这几天你在家好好养伤，顾家那边我去说。哎，不是，顾家都已经和宋昭合作了，他们舍得放手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插手宋氏，别人有诸多不满，却没有哪家敢伸手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老宋夫妇死得太惨，不少人都觉得这是我的功劳。爸，您是说宋氏夫妇的死跟您还有关系？醒了，吃早饭吧。哦，对了，没几天就过年了，到时候把你入宋家族谱的事办了。到时候把你入宋家族谱的事办了吧？不可能！你是老宋的儿子，你不入宋家的族谱，要入谁家的族谱？行。这族谱你现在不想入就不入吧，今年你也就毕业了，之后有什么打算吗？你倒不如直接说你对我有什么打算。我就喜欢跟聪明人说话，毕业后直接进入宋氏历练，你觉得呢？你弄我回宋家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是老宋儿子，不入宋家，去哪家呀？我还真没见过谁上赶着接私生子回家的。那你现在见到了？我对你们宋氏不感兴趣，这个安排我不接受。从你妈选择老宋，从我父母死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没得选。怎么，又想揍我是吗？好啊，那你就试试，看能不能打到我屈服。好啊，你怎么那么喜欢选择这种方式自虐？方姨，金毛胆子！大小姐，有客人来了，我去开门啊。大小姐，陆少爷来了，陆少爷请。哟，正吃着呢。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我妈呀，非要让我带点饺子过来给你们尝尝。啊，谢谢阿姨的好心。昭昭，我错了。陆总能有什么错呢？昭昭，顾成玉生日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不应该因此吃醋，更不应该口不择言，伤害了昭昭的心。但是我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呀，不仅挨了昭昭的巴掌，还被咱们弟弟暴打了一顿。这么久了，你都不来找我，我的心比挨揍还要疼。你说，你给我找了这么多麻烦，我该怎么找你啊？这也不能全怪我呀，我们都订婚这么久了，你连亲一下都不让，我难免会多想你外面有其他男人啊。再说了，男人亲近喜欢的女人是本能啊。那抱歉啊，我从小家教严，我父母没有教过我怎么跟男人相处。没关系，我教你。好啊，那阿珍可要好好教我。阿四不吃饺子吗？不用管他。昭昭，下周二我订了餐厅，到时候我来接你啊。哎，四哥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跟我说你小子要去约会啊！约了笑话，去酒店。哎，你小子这情人节跟对象去酒店很正常的事嘛。哎，走了。哎，四哥，今天不用早点回去啊？姐姐她有约吗？
昭昭，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您好，宋氏集团。张瑞在公司吗？张特助今天很早就回去了。真够重的，剩下交给你了。这么温柔干什么？你们男的不都喜欢撕衣服吗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快撕！上衣、裤子，快撕啊！大小姐，你这是要仙人跳啊？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怎么能叫仙人跳呢？可是大小姐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男人喝多了，他不行。如果你一觉醒来，身边睡了一个像我这样的大美女，你是觉得自己喝多了不行吗？还是觉得自己天赋异禀？天赋异禀，天赋异禀，天赋异禀。但大小姐，陆总身上是不是得有点抓痕、挠痕之类的才真实啊？还是你比较有经验？你来。我是清白的直男，这是另外的价钱，10倍加班费。昭昭，刚刚我们那么激烈吗？刚刚我们那么激烈吗？哎，昭昭，怪我都忘了你是第一次。早知道昨天就不喝那么多酒了。我保证，下次我一定注意分寸啊！我只是觉得活着没意思。我爸妈死了，我只能靠联姻维持宋氏。难怪那些董事都嫌我没用。阿正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昭昭，你这不是还有我呢吗？南星那个项目就拿给你练手。谢谢你，阿正。你别闹，我还不太舒服。明天就别去公司了吧？你都把南星的项目给我了，我怎么能不去公司啊？我在洗手间给你准备了新的换洗衣服，你一会儿洗洗换上。阿四还在家等我呢，我就先回去了。
陈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准备睡了。别在这儿发疯，回家。问你，是不是跟他睡了？我跟他睡没睡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都是成年人，未婚夫妻睡一觉怎么了？陈四，放手！你是属小狗的吗？宋昭昭，你别想糊弄我，快的时候就哄一哄，不想要的就丢到一边。陈四，你是老宋的儿子。狗屁的儿子！宋昭昭，我不相信你不知道。这样不好吗？不好。回去。今天的事儿，我就当没发生过。为什么？你明知道他们不怀好意，为什么还这么……这么什么？自甘堕落？这么犯贱什么？你说！大小姐，你还好吗？准备一下，跟男性对接。好的，大小姐。喏，这个就是男星项目的计划书。谢了。这以后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，我还得麻烦你。没想到我昨天这么禽兽。是啊，喝酒的男人可怕得很。好，都是我的错。下一次我一定将昭昭伺候好。好了，你项目都给我送来了，我不得给你好好表现啊！我一会儿还得跟他们开会呢，快走吧。好，开会结束记得打电话给我。方姨，今晚不用准备我的晚饭了。哎，对不起，跟我道什么歉？我知道你的难处，是我冲动了。哟，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，臭弟弟还会自我反省啊。你又要跟他去约会吗？对，我去饭店。宋昭昭，谁准你这么叫我的？没大没小。陈四，我答应你，等我一毕业就进宋氏。但是我的心思，你应该也知道了吧？我不想当你弟弟。不想当弟弟，难不成你还想上天？我想当你男人，保护你，帮助你。相信我，宋昭昭。我只能是你姐姐。为什么？现在外面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姐弟，我们现在这样是乱伦，你懂不懂？可我们不是。我们是，我们必须是。
什么时候结束？我去接你。不用了，我有司机来接。昭昭，来，再喝一杯。我不行了。来嘛。哼，为什么把南星的机会给那个丫头？您不是很欣赏她吗？再说，她都已经跟陆家订婚了，总要先给点甜头，先稳住啊。您说是不是？你跟宋昭发展到哪一步了？爸，这种私事就没必要跟您汇报了吧？我只是想警告你，杨淑华能做到宋氏二把手的位置，可不只是靠老宋的支持，而宋昭那是杨淑华和宋文礼一手教出来的，你可别着了他的道。好，上次是不是真的没关系？这次是真的就行了。宋昭，我不信你没有半分真心。放开我！我要回家。昭昭，今天晚上留在这里吧。你放手！放开！不要！我们都是那种关系了，我不知道你在抗拒什么呀。你放开！放手！宋昭昭，等下！我一直觉得奇怪，你为什么一直破坏我和昭昭的关系啊？你是谁啊？谁啊，混蛋！宋昭昭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好好看看我是谁啊？是我啊，陈四。陈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我不想让你看见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想让你看见。爸爸，为什么我不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？你为什么不帮帮我？我真的好痛，可不可以让妈妈不要打我了？好痛！宋昭昭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原来那天你是怕我看见这些伤疤。昭昭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宋昭，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不要打我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很努力的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放心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，知道吗？没事啊。以后如果再有人打你，我就弄死他，好吗？啊！陈思，你认出我了？你个臭弟弟，你不听话，气死我了！我不是你弟弟，你是老宋的儿子。我爸姓陈，不姓宋。你是不是宋家的人？死是宋家的鬼。好，我是人，我是鬼，好吧？先不讲那些，先好好休息，好吗？先好好休息啊，乖。没去上学啊？这是什么？我白天工作那么忙，
晚上睡不着，吃点安眠药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是吗？那你知道你昨晚喝醉以后干了什么吗？干了什么？你抱着我叫爸爸。你胡说，不可能！你还说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你口嘴里吐不出象牙，你再继续编。我不管，你今天要是不解释清楚，我就当你对我也有意思。我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起的心思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们之间除了说我是老宋的儿子，你还有别的话吗？况且我到底是不是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你是，你必须是。为什么？宋昭昭，你为什么总是执着于让我来当老宋的儿子呢？你不清楚为什么吗？因为不仅你妈死了，我爸妈也死了。你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？陆董，这是陈四原来家庭的背景资料。这就说得过去了。老宋啊，老宋，为了一个毫无关系的孩子，真是下了一手好棋。你连自己都保不住了，怎么保住他呀？我们查了南山那边的监控，小少爷去拜祭的那一天碰到了一个女人，叫赵艺兴，她是陈女士生前的好友。我们通过她了解到陈女士的亡夫生前的身份信息。继续。他叫陈征，是陆氏集团玉庭花园项目的总工程师，死于一场工地意外。陆氏集团的总工程师。喂，怎么了？喂，昭昭，有空吗？我来接你啊。昭昭，今天是宋叔和宋婶的忌日，我爸特意嘱咐我带你来这儿逛逛，顺便散散心。你不是盗躲吗？昭昭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还敢和姓陆的约会？你就不怕危险吗？他妈都已经死了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危险的吗？哎呀，多亏宋叔宋婶在天之灵保佑，刚刚那辆车差点撞上昭昭。今天是宋叔和宋婶的忌日，我爸特意嘱咐我带你来逛逛。走吧。哎，昭昭，宋家那小子真是宋门里的私生子吗？这是我的私人公寓，以后你留在宋家，我住在这儿。我可以来找你吗？不可以。那我的毕业典礼，你来吗？我不。他们都有家人。搞什么呀？这小子什么时候学的，摆出一副可怜相啊？行吗？你答应我，我就不来。我看情况吧。哎，去那儿拍吧，来，行，好，是不是？3、2、1，来两个。发给我啊。你给我开美颜了没？下一个。哎，四哥，过来拍照啊！陆总那边似乎调查了小少爷的家人。那天刚好是我爸妈的忌日，所以我就知道那辆车是个警告。大小姐，还继续查吗？最后的结果也许不是你想要的。查。我是不是忘了什么事？你说话不算话。对，我说话不算话，就这样吧。宋昭昭，下雨了，我在等你。你什么意思？
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赶紧回去把衣服换了。下雨了，我在等你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过来。你先在这儿坐下，我去给你拿毛巾。我前2天打碎了杯子，不小心踩上去。你看你那么严肃干什么呀？弄得我怪尴尬的。宋昭昭，你不要命了？其实我早就知道，我母亲脑子有病。后面我还知道，我脑子也有病。所以看吧，这样的我，你还喜欢吗？正好，我们都有病。不可以。我是说，脱衣服不可以。在我心里，宋昭昭永远骄傲，任何瑕疵都无法阻挡她的美丽。养了这么久，我留个记号不过分吧？对，就该这样。宋昭昭，不要伤害自己，以后再想发泄，甭管是揍我还是咬我，你随便来。大小姐，你要的男装。谢了。哎，大小姐，这是被哪头猪给拱了？这样多久了？不记得了。我们去看医生吧。不要。其实你这个样子，我还挺喜欢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不是老宋的种，你也不是我弟弟。我见过你妈妈。什么时候？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嫉妒你。她是那么温柔，不像是小三的样子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留在宋家？我说过了，她害得我家破人亡，你就得给我留下来。宋昭昭，
其实咱俩挺般配的。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，能被我这样的美女睡，是你的荣幸。宋昭昭，你最好早点把那个姓陆的解决掉，不然等你结婚了，我都得睡你俩中间。恶不恶心？我都给人当小三儿了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恶心的？来，你说陈四他真的会来吗？哎呀，大家都知道你喜欢四哥，平常心啊。对了，今天四哥怎么没来？哎，四哥，Hello， 姐，你也来了。你们刚刚在聊什么啊？哎，姐，我们刚才在说……没，我们瞎聊。那你们偷偷告诉我，陈四在学校有没有喜欢的人？姐姐，您还是别知道的好啊。哎，这四哥在学校喜不喜欢别人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学校里喜欢四哥的人能排操场3圈呢。哎，5圈。是吗？我们家阿四还挺受欢迎的嘛。那宋姐姐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？我吗？温文尔雅，谦和有礼，成熟稳重，事业有成的吧？哦，那不就是陆公子吗？就是陆公子。你呢？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呀？四哥应该喜欢年龄大一点的。对，年龄大一点的。你不是喜欢吃那个人参果吗？哎，这还有一个，我给你拿啊。四哥，你怎么这样？你闭嘴！四哥，我先走了啊！你先走了啊！拜拜，路上慢点啊！走。干嘛骂人家？对同学那么凶干嘛？宋昭昭，你故意的。好啦，这是你朋友聚会，开心点儿。想让我开心点也行，明天陪我去一个地方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谁给你的胆子带我来这儿的？你们总算来了。宋昭昭，聊聊天而已嘛，怕什么？我没病，就不劳烦你诊治了。我看您也不像有病的样子。不过来都来了，咱们轻松点，全当交个朋友。我早就听说过宋小姐的事了，我对你可不是一般的敬佩啊。昭昭，你为什么又没做到？我真的对你很失望。宋昭昭，宋小姐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躯体化，你要说服她配合我治疗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宋昭昭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救世主？你觉得我需要你救赎，需要你可怜？宋昭昭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你让我进宋氏我也进了，你就不能也听我一次吗？是我把你带回宋家的，你就该听我的。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你真以为我跑不了是吗？跑啊！你要是再敢跑，信不信我腿都给你打断？我腿要是断了，我还怎么进宋氏？哪怕坐着轮椅，你也得给我进，做你自己该做的事，别再多管闲事，不要再有下次。在你要放弃自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宋昭昭，我爱你，我不奢求你也爱我，我会做到99分。你只需要做
剩下的1分，可以吗？这样不好吗？我好像没有这样的能力。陈思，这样不好吗？宋昭昭，你是不是恨我？恨我跟我妈回了你的家，所以你才拒绝我？我羡慕你，你之前一定拥有很多东西，所以你才害怕失去。昭昭，我是陆叔叔，有空见一面吧。昭昭，对不起。宋昭昭，无论你想怎么做，我都不会再有任何异议。你希望我是你弟，那我就是。你希望我接管宋氏，明天记者会，我会正式表态接管。我只求你能好好活着，这样可以吗？陈思，我还是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的模样。宋小姐，这是董事长给你的文件。陆叔叔，这是几个意思呀？董事长说了，他不能眼看着好兄弟的家业落到旁人手里。如果宋小姐坚持要把陈四推举为宋氏董事，董事长不会坐视不管。陆家还没有放弃掌控宋氏。闭嘴！宋昭昭，把我交出去，就说是我觊觎宋家，冒认成宋叔的私生子，这样董事会就会把矛头指向我。你是在教我做事吗？陆成分明是在利用我，攻击你在宋氏的根基。你只有毫不知情，才能继续在宋氏站稳脚跟。就算是这样，也轮不到你来说话。你本来就是我带回宋家用来挡枪的狗。反正陆叔叔也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，那你就没用了。给我滚出宋家！宋昭，滚！那个宋小姐，我就先走了。听说今天宋氏将宣布陈四出任副董事长。宋大小姐靠着男星项目把董事会拿捏住了。以前陆氏一直影响宋氏决策，现在宋家有2名嫡亲的董事长，陆氏的怕是再难插手。但是这陆家也没有来人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能坐得住吗？哎，这不是闭门会议吗？怎么还有人直播啊？诸位，欢迎大家来到宋氏集团的新闻发布会。今日，我们将推举宋氏集团的新任董事。昭昭，你确定陈四那小子真的有资格入主宋氏吗？陆叔叔，今日是宋氏集团的闭门会议，并没有邀请陆氏参加，所以请2位还是先回去吧。昭昭啊，你打小就喊我叔叔，又是我陆氏未过门的媳妇，怎么把陆叔叔当外人，反而让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入主宋氏吗？不应该的，说什么呢？陆总是在说谁啊？毫无关系的外人是指陈四吗？陈四不是前宋董儿子吗？陆叔叔，看在我叫您一声叔叔的份上，不论我们2家有什么恩怨，我们其实都可以用更体面一点的方式来解决。昭昭啊，我跟老宋那是亲兄弟，我可不能看着你被人蒙蔽蛊惑，让宋氏落入外人的手里。昭昭，放弃吧，我爸可是真心对你好的。如果陈四的身份一旦曝光，
董事会那边会怎么说？你认为他们会知道你毫不知情吗？你现在收手了，陆家能帮你圆这个场啊。宋总，陆总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他是不是被骗了？大事，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。都不知道。我叫赵艺昕，是陈四的生母，陈芝芝的好友。我可以证明，陈四不是宋家的儿子。陈四的父亲叫陈征，是陆氏集团前总工程师。我与陈家相识多年，陈四父母关系亲密，陈四的确是陈家的孩子。陈四父亲去世后，陈芝芝又不幸得了绝症，他担心陈四没有依靠，才同意老宋董提出的让陈四当宋家私生子的建议，并伪造了亲子鉴定报告。这亲子鉴定报告竟然是假的！宋小姐，赵艺昕所说的证词是否属实？宋小姐，请问您对伪造亲子鉴定报告的事情知情吗？如果陈四不是宋家人，那他是否有资格入主宋家？宋董，当初是你在董事会上拿着亲子鉴定报告，信誓旦旦地说陈四是老宋总的儿子。现在呢，你怎么解释？哼，我就说老宋董这么多年就没提过有个儿子，怎么他刚死，私生子就冒出来了？宋昭，你这是在欺诈董事会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他要倒台了，就是一定倒台，他肯定是有问题的。就是啊，怎么会这都是伪造的，你看嘛就得进监狱。各位，请大家稍安勿躁。宋小姐还比较年轻，请大家给她一点时间。她呢，一定是被人所蒙蔽了。昭昭，现在认错还来得及，你就说你是被陈四骗了，我爸一定帮你说话的。陆少爷，你不要替他打圆场。宋总，我们今天就想听一个准话，陈四到底是不是老宋总的儿子？宋总，别以为不说话就可以混过去，今天这事儿必须有个交代。昭昭啊，你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一个解释呢？陈四呢？他人呢？他为什么没来现场？对呀，他怎么不来呀？当事人必须得有重大的事情。他当然在。是陈四啊！他真来了！这回看他怎么解释。他居然真的来了，这好戏看啊！陈四，你个骗子，你还敢来？陈四，你说赵艺昕的话是真的吗？陈芝芝身患绝症，不得不把陈四托孤于宋家，这些当然都是真的。他果然不是。他是不是暂且不论，难道大家就不奇怪吗？陈四明明已经成年了，陈芝芝为什么还要担心他的安全问题，而不得不把他托付到宋家？是因为陈芝芝知道一直有人对陈家不利，而宋家是唯一可以庇护的地方。陆叔叔，陈四的父亲陈征是陆氏集团的总工程师，据说他死在陆氏项目的工地上。这件事还有反转啊！这种事，那是意外。当时定性的确实是意外，但后来陆氏项目的楼盘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。有人说，是因为陈征想要告发你们陆氏集团偷工减料，才因此遭受意外。毫无根据，你听谁乱说的？张大伟。张大伟是谁啊？张大伟，他只是陆氏集团被开除的项目经理，他的话能信吗？董事长，哎呦，这又嫁过来个谁啊？这是有备而来啊！张大伟是赵艺昕的丈夫，也是陈征遇害的目击证人。这个里面就是张大伟的供词，里面供述了他是如何收受贿赂，在陆氏的压力下替陈征的死做的假供。里面还供述了赵艺昕是如何收受贿赂，把我爸要接陈四回家的事情告诉我妈，所以我父母的死也跟陆叔叔脱不了干系。
什么？宋氏夫妇的死竟然也跟陆董事长有关？哼！宋太太，你是谁？不重要。宋太太知道宋先生在外面有个小三，对吧？宋先生正在取亲子鉴定报告的路上，只要私生子回到宋家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董事长，这些年我真的良心不安呐！我也没想到我老婆会再替你干这种肮脏事儿。胡说八道！堂堂陆氏董事长竟然涉嫌故意杀人，这可是明天的大新闻啊！这已经直播上了，已经上热搜了。这要多亏了陆叔叔提前布置的直播。陆先生，请您跟我们回去进行调查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爸！真是活该！这都什么事儿呀？就是这什么事儿啊？人命了都！对呀，活该进监狱！早就……你不是滚出宋家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小狗认识回家的路。给我滚出宋家！宋昭，滚！宋昭昭，我能回来吗？阿四，你别吓我！阿四，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阿四，你会没事的。家属在外面等候。大小姐，小少爷肯定没事的，放心吧。宋小姐，您是伤者姐姐，亲属需要先做一下血型配对。我不是他姐姐，我们血型不一样。哦，护士，我来安排。哦，好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很幸运，患者的身体素质为他争取了机会。只要度过这3天危险期，他就很安全。大小姐，放心吧，小少爷这么年轻，身体又好，肯定没事。但是，患者必须在3天内醒过来，否则会有成为植物人的风险。就打死我！我没再跟你商量，你这个宋家的便宜儿子，就得给我当牛做马。我会做到99分，宋昭昭，我喊你。
比我聪明，你应该知道，自己反抗不过宋家，反抗不过我。你是老宋的儿子。我不是宋家人。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听第二遍。宋昭昭，我不相信你不知道。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不可能放过你。快的时候就哄一哄，不想要的就扔一边。昭昭，别怕，大小姐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小少爷醒了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3天了，你说他还想醒来？大小姐，宋氏已经乱套了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你先回去，想办法稳住局面。好。陈思，你差不多行了，都睡了3天了，该醒了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你已经做了99分，让我来完成这最后1分。陈思，我答应你，我们可以不做姐弟，所以你醒过来好不好？小时候我养了一条小狗，我妈教我训狗要狠，要让它怕你，但也要对它好，让它离不开你。后来小狗死了，我妈说死了就死了，换一只就好。可你不是狗。爸妈死的时候，我还能保持冷静，因为还有你，因为我们同命相连，所以我要把你留在我身边。可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离开我，陈思，我求你，我求你醒过来好不好？你知道的，你不在，我可以用100种方式，我可以用100种方式、1000种方式弄死自己。你真的不睁开眼好好看着我吗，陈思？宋小姐，我来做一下检查。他动了，我去叫医生。董事会那群老头子总算同意你进宋氏了。疼吗？不疼。你看，我们现在一样了，所以从今往后，咱俩谁也别嫌弃谁，啊？陈思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那你呢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……宋昭昭，告诉我，我救你，全都是为了我自己。我知道。所以你给我记住了，保护好自己。不管你在不在，对我都没有任何影响。要是你死了，那我就去随便再找一个弟弟，让董事会承认那是老宋的私生子。宋昭昭，记住了，你是我的，永远是我的。我不离开你，你也别想离开我。你要是敢离开，我就把宋氏贱卖了。好啊，反正我也不在，你卖给谁都行，只要不是陆氏就行。宋昭昭，好了好了好了，
我要去公司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去吧。陆征，宋昭，你现在连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吗？我跟陆氏早已经退婚，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让开，你当我录了。哼，我当你录了。宋昭，我陆家变成这般模样，不是你害的吗？你们陆家走到今天，是因为你们父子心术不正，逐利忘义。你爸害死了陈四他爸，又故意刺激我妈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而你又差点害死了陈四。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们陆家今天的现状是我造成的？所以你愿意跟我在一起，全都是算计吧？啊？你想依靠我陆家，助你在宋氏站稳脚跟，再把我踹开吗？合作、订婚，甚至订婚宴那场闹剧，都是你一手安排的吗？对吗？宋昭，你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成你的棋子，难道你就不怕遭到报应吗？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报应的话，你们早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。宋昭，你以为我真的拿你没办法吗？昭昭，你是没想到自己也有见不得光的秘密吧？我早就觉得那小子他不对劲了，所以我让他盯了很久。没想到你们竟然是这种关系啊！宋昭，你真他妈叫我恶心！你想怎样？豪门丑闻，哎，你说我如果不小心把这些照片发给媒体朋友的手里面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你们宋氏辛辛苦苦稳住的股价，还有你那个刚坐上董事长的便宜弟弟，会怎么样呢？陆征，你知道的，我跟陈四根本没有血缘关系，所以我们在一起也没有任何问题。是你千方百计让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宋家的私生子，现在你说他不是，你猜会有人相信吗？啊？昭昭，你不会以为陈四他真的爱你吧？你不要忘了，是你的母亲撞死了他的母亲，他会真的爱你吗？董事会那群老头还有在为难你吗？他们都已经认定我是老宋儿子了，怎么可能还会为难？其实是老宋求我配合那份伪造的亲子鉴定，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老宋的儿子。我还知道你妈妈在临终前一定告诉你，不要否认自己宋家人的身份，记得吗？我说过的，我见过你妈妈。妈，阿瑟回来了。不是让你别摆了吗？你去歇着，我来。哎呀，你先回家做作业，随后妈妈就回家啊！快听话啊，回家写作业去啊！哎呀，快走吧啊！我看你好几天了，要尝尝吗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你先回去。哎，回去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别人的妈妈是那样的。我还知道，
老宋对你妈妈的好是他一厢情愿。我看着你从初中到高中，看着你和你妈妈最喜欢吃学校旁边的一家面馆，但后来我妈知道了你们的存在，她让我恨你。阿四，我确实恨你，但那份恨并不是因为小三，我是在恨我自己。我恨那些东西我从未拥有过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带回宋家？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带回宋家？因为宋家需要一个继承人，去接受我所承受的一切。我妈把她一辈子的执念都强加在我身上，那我就把这一切全都拱手让给她最恨的人。偏巧这时候老宋为了保护你，伪造亲子鉴定，让你成为他的私生子。没想到我妈得到了消息，一夕之间他们全死了。别说了。但我不会培养那些继承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教，所以我只能按照我妈怎么教我来教你。她就是这么教我的呀。但是你看我现在不是也是很好吗？宋昭昭，别说了，我求你别说了好吗？对不起，阿四，我真的好累，好累。好，没问题，累了就好好休息，以后你可以尽管的把担子扔给我。对不起，阿四，我不应该把你扯到这场是非里，但我真的好痛，我痛的我已经分不清那是臆想还是真实的痛。我曾经也幻想过，是不是我妈死了我就不会再痛了，没想到她不在之后我更痛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已经坚持不住了。不要说对不起，宋昭昭，以后你累了就休息，活的我来干，好不好？宋昭昭，再等等我，再等等我。好。宋昭，你再见了，阿四。没有问题的话，计划继续推进。是，陈总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走，走了。陈董，找到宋昭了吗？大小姐她太聪明了，技术部的人还在调查。喂，哎，小少爷，今天家里做面，我让人送公司去了。好，好好跟弟弟吃个面，他怎么就那么难？老板，要2碗面，1碗要葱，1碗不要葱。哎，好嘞，来了。哎，宋昭昭，陆正，你干嘛？陆正，宋
到底要干什么？宋昭，你猜我把你绑过来是想干什么呀？不要冲动，你们陆氏的根基还在，只要你好好经营，还是可以东山再起的。你以为我在意的是陆氏吗？难不成你在意的是我？你放开陆正！陆正，混蛋！我怀孕了！你说什么？你怀孕了？多久了？3个月。是他的？宋昭，你怀了一个野种的孩子！他不是野种。宋昭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想了很多种办法弄死你，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我呢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怎么把那个杂种的孩子给弄死，再来弄死你啊！陆正，你真是疯了！是你们逼我的呀！是你们逼我的！野种的孩子就是野种，不配活着！陈四，你怎么会找到这里的？要找到宋昭很难，找到你还不简单吗？陆征，你伤我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敢对宋昭下手，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宋昭昭，我说过，是你非要把我绑到宋家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让你离开我。陆氏集团前董事长故意杀人一案最近进入审判阶段，同时宋氏家族的私生子传闻得以澄清。据宋氏董事长陈四所述，前董事长之所以将其认作非婚生子，目的是为其提供安全庇护。许经理、周经理，请进。谢谢方姨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看来我们宋氏的工作不饱和啊。姐姐，你是不知道，四哥为了给你抽空过生日，连续拉着我们加了20多天班，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干。这些婴儿用品是你们送我的生日礼物？我们也不知道送点什么。哎，这送什么都没四哥用心。你们也有心了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工作没做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得赶紧回公司。对。哎，方姨，方姨，走了。好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宋昭昭，生日快乐！这狗叫什么名字啊？咪咪。你给一个狗取名叫咪咪，是不是太侮辱狗了？宋昭昭，宋昭昭，